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开始今天历代志下第20天的共读。我们要请伟宏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予我们今天的机会，在此聚集一起来分享并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专注在圣经的教导，让每一位都能感受到你的爱跟指引。愿主的话语如良药，医治我们的心灵，并赐给我们力量与智慧，去面对生活中的各样挑战。那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那我们在前一天读完了这个亚撒王，昨天进入了约沙法王，是亚撒的儿子。而约沙法王也是神眼中看为正，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同时呢，他在消极的部分就是来抵抗这些的偶像，积极的部分呢，他就是差遣官员、祭司、利未人去教导神的话。同时呢，他也来建设城市。同时我们看到他的大军队已经强盛到逼近大卫的年代，让国家也强盛。所以看到这一切的强盛呢，都是跟上帝的话的建立建造有关。所以约沙法王在他的王位上面是相当的稳固。但是呢，今天18章我们会继续看到约沙法，他在他当代的时候呢，北国就是亚哈王，所以他跟亚哈王之间有一些的纠结，而这些纠结呢，也影响到了约沙法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读的18章一直到第19章的第3节，我们看到4段。第一段是约沙法跟以色列亚哈王结亲成为亲家，就是约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那就是亚他利亚。同时亚哈也邀请约沙法王北国邀请南国去攻打基列耶莫，去对抗以兰人，更北边的以兰人。那犹大王约沙法呢，他按照他过去就是要求先有先知来求告神，然后从先知那边得到预言，结果得到讯息呢是以色列亚哈王要阵亡那但是呢400个先知都说去会得胜，只有一个先知就是第3段的米该亚，他说以色列王将会死在战场上，所以米该亚还被亚哈关了起来。那这段记载呢，在列王记上的22章同样记载。那亚哈王呢，他还甚至换装改装上阵想让别人死在前面。结果呢，上帝还是让他被箭射中，然后呢，他就死在战场上面，就如先知的预言。但是这件事情呢，在19章没看到成为约沙法王他一生当中一个被上帝指责的事情。不过还好，约沙法他被指责当中他没有因此而走下坡，像他的父亲亚撒一样他有重新振作。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那请伟宏先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历代志下的第18章。那请从第1节先读到第3节。好，犹大的约沙法王在富强和驰名的时候，跟以色列的亚哈王结了一门亲事。几年后，约沙法到撒玛利亚拜访亚哈，亚哈为约沙法和他的随从宰了许多牛羊，摆设宴席，想说服约沙法跟他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城。亚哈问约沙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攻打拉末吗？”约沙法王回答：“我跟你不分彼此，我的部下就是你的部下，我们一定跟你去。”好，谢谢。那关于亚哈呢，他就是北国第3个篡位的王暗利的儿子。那亚哈他做北国以色列王总共是22年。那他是比耶罗波安更糟糕，比这个新利暗利都糟糕。那最主要就是他引进这个耶洗别拜巴利就是他的太太耶洗别现在翻成耶洗毕然后呢的这些的先知巴利和亚瑟拉，甚至在北国里面呢来建巴利的庙。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上帝让先知以利亚出来指责亚哈王，所以列王记花很大的篇幅在记载这个以利亚和亚哈王之间的这个对抗。那甚至他做22年的当中呢，就有3年半的干旱，
所以这对北国以色列来讲是非常的惨的事情哦。好，一直到以利亚他去跟巴力的先知挑战，然后上帝才降雨。好，那甚至呢，他们去攻打亚兰的事件呢，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王，上帝是要处死，但是亚哈却放他走啊。然后甚至亚哈还去侵占拿伯的葡萄园，好，这件事情，最后先知等等的预言预告呢，这个亚哈将要死在战场上面，而且他死的时候呢，就是意思就是不被埋葬，有狗来舔他的血，就是连安葬都没有办法被安葬。好，所以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历代志下18章，讲到约沙法的富强和驰名的时候呢，却在他最强盛的时候去跟亚哈结亲了，就是让他的儿子娶了他的女儿。好，那这样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国家安全，或是为了兄弟友好关系，但是没有求问上帝，而且到最后我们看见上帝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啊。然后在这个亲事成了几年之后呢，约沙法就去北国亚哈他的城镇，首都撒玛利亚来拜访，甚至呢就宴客，然后呢就提出个邀请，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末，就是在亚兰的境内。那后来呢，约沙法说，我们是不分彼此，我们是亲家，甚至还讲了一句话，我的部下就是你的部下，我们一定去。好，那接下来再请伟鸿带我们来读第4节到第11节。约沙法又补充一句，但是要先求问上主。于是亚哈招来约400名先知，问他们：我该不该去攻打拉末？他们说：去吧，上帝会使你得胜。可是约沙法问：这里不是还有上主的先知吗？我们可以请他求问上主。亚哈说：还有一个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但我恨他，因为他从来不对我说吉祥的话，他总是说凶险的话。约沙法说：你不该这么说啊。于是亚哈招来一个公平官员，要他立刻去把米该亚找来。这2个王穿着王袍，在撒玛利亚城门外的打麦场，各坐在宝座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受感预言。其中有一个先知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他造了些铁的角，对亚哈说：上主这样说，你要用这些铁角打叙利亚人，彻底打垮他们。其他的先知也都说一样的话，他们说：去攻打拉末，你一定得胜，上主会把他们交在王的手里。好，谢谢。好，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好，看见就是约沙法，好，他按照他的习惯，好，就要先求问，好，所以这是约沙法一个很好的态度，啊，做任何事情呢，他应该要先求问。不过他把他娶的亚哈的女儿这件事情，不晓得他有没有求问，好，但总之呢，亚哈也认为该求问，所以他找了他的400名先知，好，那我们从列王记就知道，这都是巴力的先知，还有亚瑟拉的先知有450名，好，所以这些到时候曾经跟以利亚搏斗的先知呢，好，也被找来。那说该不该去攻打亚兰叙利亚的拉末，这400先知都异口同声说去，而且会赢。但约沙法显然，好，他既然找了先知，先知这样说，他还是觉得不平安，所以约沙法又提问说：那这里不是还有一个上主耶和华的先知吗？所以约沙法分得出来，这些先知不是上主的先知，是巴力的先知，但是他要听的是上主的先知。好，我们可以请他求问上主，因为巴力说会赢，但是上主怎么说呢？第7节，亚哈说：有一个是上主的先知叫米该亚，但我讨厌他，因为他都是说不吉祥的话，说险恶的话。约沙法还跟这个亲家劝说你不要这样说，所以呢就召来关亭的官员去把米该亚请来。那这2个王呢穿着王袍，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外的打麦场，各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那看这些先知他们受感预言。那这些其中的先知呢还是有名字的，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用铁的角，说用他们这个亚兰和北国和南国的联合军队呢，就用铁去打叙利亚人、亚兰人，彻底的打垮他们，就像拿的铁器一样。
是能够能够勇往直前。甚至其他的先知399先知都说同样的话，去你们一定得胜。那而且上主会把你们把敌人叙利亚就是亚兰交在你们南北两国亲家的手里。但是接下来就是米该亚上场，我们来看米该亚他怎么说。那再请伟鸿带我们来读12节到16节，12到16。好，这时那去招米该亚来的官员对米该亚说，所有的先知都异口同声说王会成功，你最好也说吉祥的话。但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发誓，上帝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亚哈王面前的时候，王问他，米该亚，约沙法王和我该不该去攻打拉末？米该亚回答，你去打吧，你会打胜，上主会把他们交在你手中。但亚哈王说，你奉上主的名对我说话要诚实，这话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的军队四散在山野间，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上主说，这些人没有领袖，叫他们平平安安地回老家去吧。好，谢谢。好，那所以这一段呢是这一章经文当中最耐人寻味的一段，就是400个先知都已经出来说会赢。那他们还找了一批先知，甚至有名字的叫做西底家，说你会如此的赢，就是用铁脚这样子的来冲破这些的亚兰人、叙利亚人。但是呢，这个约沙法还是要听这位米该亚怎么说，所以米该亚来呢，也没有照实说，还编了一段就是附和大家，你去打吧，你会得胜，上主把他们交在你手里。那想说，亚哈听了会不会很开心？亚哈听到米该亚这样子说，哇，太好了！巴列先知、其他的先知，连这个最讨厌的米该亚先知都说我会赢。那这次稳赢的。但亚哈非常认识米该亚，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亚哈还指责米该亚说，这句话我要跟你说多少次，你要奉上主的名对我说诚实。所以可见呢，亚该亚之前就有糊弄亚哈的记录，就是他不愿意直接对亚哈说实话。为什么？因为他旁边的先知大家都在说虚假的话，都在说好听的话，都在说奉承的话。所以这整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亚哈他好像是一个国王新衣的里面的国王，然后说他的衣服多棒多棒，其实根本就是没有穿衣服，但是他还沾沾自喜。不过这个亚哈很显然还有自知之明，他从米该亚这个身上看见他自己应该什么是真是假，所以米该亚就说什么呢？我看见这一段的预言呢，对亚哈来听就是一个最后的警告。亚哈有没有听进去？显然没有。他看见以色列的军队，就是北国军队四散在山野间，像羊群没有牧人。所以那时候大卫出来也是他像是牧人牧养这些的百姓。上主说他们没有领袖，你们可以平安的回老家去吧。就是该回北国就回北国，该回南国就回南国。这就是米该亚对这个战争的注解。结论，战争结束了。如果你是亚哈，你会不会听米该亚的话，还是要决定放手一搏？亚哈他怎么做呢？他就铁了心肠，继续硬着头皮，就要往前蛮干。所以我们再请伟鸿带我们来读17节到22节。亚哈对约沙法说，我不是说过他从来不对我说吉祥话吗？他总是说凶险的话。米该亚继续说，请听上主的话，我看见上主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左右站着他所有的天使。上主问，谁去骗亚哈，让他到拉末去送死呢？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后来有一个灵上前到上主跟前说，我去骗他。上主问，怎样骗法？那灵说，我要使亚哈所有的先知说谎。上主说，去吧，你去骗他，你一定成功。米该亚最后说，这就是事情的经过。上主使你的先知对你说谎，而他已经命定你遭遇灾祸。
好，谢谢。好，所以这个亚哈叫米该亚要说实话，米该亚就开始说实话，把他看见的，甚至17节开始听见的，好，这听见就是好在天上的对话，米该亚都听到了。好，说谁去骗亚哈，让他送到拉末去送死？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最后有一个灵，好，那个灵就是谎言的灵，上前说我去骗他。上主来问这个谎言灵怎么骗法？那灵说使亚哈所有的先知都说谎，好，所以就上主同意去骗他，而且会成功。好，那米该亚说出了这个灵界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也说这个上主已经命定，就是先知对你说谎，而也命定你要遭遇灾祸。好，所以这个米该亚其实到底是爱说谎的先知，还是诚实的先知呢？好，那虽然这个说谎可能是一个反讽哦，但是他也说出了实话，把他看见的、听见的都已经警告了亚哈。那再来责任是谁呢？责任就是亚哈自己的责任。他选择，他听到这段话，他有他的回应和选择。那我们来看亚哈他怎么回应。好，再请伟鸿带我们来读23到27节。于是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先知走到米该亚面前，打他一巴掌，问他：上主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向你说话呢？米该亚回答：你跑到隐秘的小房间躲藏起来的那一天，你就会知道了。于是亚哈王命令一个官员把米该亚抓起来，送他到亚门市长和约阿斯王子那里，吩咐他们把米该亚关在监狱里，只给他一些饼和水为生，等到我平安回来。米该亚说：要是你平安回来，这就证明上主没有借着我说话。他又说：诸位，请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好，谢谢。好，那我们读完这一章之后，就知道说这是米该亚，好，他最后的遗言哦，好，遗言。好，如果这个后面发生的事情，米该亚是没有机会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说话，那这就成为他最后一次出场，好，登场。说了实话，付上了代价，也付上了生命。好，但是呢，在亚哈做出回应之前呢，好，这个刚才的西底家，哦，他就先跑来。那可见这个西底家呢，他不是巴力的先知，但是他跟亚哈的巴力先知是混在一起啊。好，说上主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向你说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回答他，当他跟巴力混在一起，跟巴力的先知混在一起的时候，上主的灵就离开他。所以他以为他听到上主的话，其实都是上主前面的那个谎言的灵、邪灵，欺骗者的话。魔鬼意思就是说谎人之父说谎人的父亲，所以他就被魔鬼所骗。那米该亚还回答，还可以开口，他还回答这个先知西底家，说你什么时候知道事实？好，上主有没有离开你？就是你跑到隐秘的小房间躲起来的那一天，你就会知道。那这个后面也没有记载，但是米该亚已经说出这个西底家先知的结局。就是当亚哈战死的时候，好，以色列失败的时候，这些亚哈身边的先知，不管是假先知、真先知，或是各样的先知，大家都各自逃命，好，能躲的躲，能藏的藏，好，就是躲到隐秘的小房间里面去，好，到这个风头渡过去，他就知道，就好像彼得好3次不认主一样，鸡叫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上主的话。好，所以这个西底家的先知也要到他躲起来之后，他才猛然想起米该亚说的话是真的。那接下来是亚哈的回应，好，他就叫人把米该亚抓起来，交到亚门市长和这个亚哈的一个儿子约阿斯王子那边，好，吩咐米该亚关在监狱，好，只给他吃饼和水，好，如果亚哈平安回来，米该亚才能出来。那米该亚更勇敢的说27节这一段话。所以米该亚从第一句到现在这样第4句的4次的对话当中，一次比一次勇敢，而且一次比一次的话更令人家不中听，连他自己说了就自己要有事。米该亚就说，好，如果你平安回来，就证明上主没有说话。所以米该亚是铁了心，他坚定相信，亚哈是回不来。那亚哈回不来就代表什么？
米该亚就出不来了，他就只能够吃饼和水，可能被关一辈子，或是就饿死在牢里。但是呢，米该亚还对大家说：“诸位，请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所以米该亚是个英雄，是个说实话的英雄，就好像《使徒行传》的司提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以殉道的方式，昙花一现的方式，然后呢，成为一个亮光。但是他们的生命都没有办法长久，但是他们永远被人记得。好，最后我们来看28节到34节亚哈他如何的下场。以色列王亚哈和犹大王约沙法到基列去攻打拉末城。亚哈对约沙法说：“我们上战场的时候，让我化妆，而你仍然穿着你的王袍。”于是以色列王化妆上阵。叙利亚王命令战车指挥官专打以色列王一人。所以当他们看见约沙法王的时候，以为他就是以色列王，都去攻打他。但约沙法喊叫，上主救了他，上帝使攻打他的人转离他。战车的指挥官看出他不是以色列王，就不再追赶他。可是有一个叙利亚兵随便开弓，恰巧射中了亚哈王甲衣的接缝处。亚哈对赶车的喊说：“我受重伤了，转回去，退出营地。”退出阵地。当天战事越来越猛烈，亚哈王在战车里支撑着，面向着叙利亚人。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就死了。那这个故事真的是读起来非常的有趣，而且感觉不像历代志前面的风格。那因为这是从列王记抄过来的，所以整个故事的发生呢，真的好像在看一出戏，那就是非常的神奇。亚哈约沙法两个还是决定要去攻打，即便现在是400票比1票，400个同意，再加上西底家也同意。然后，但是只有米该亚说了不吉祥的话，那他们还是用投票的方式，401比1，决定去了。但是呢，亚哈还是把米该亚的话听进去，他会死在外面，所以他做什么呢？乔装2个人换衣服，北王穿南王的衣服，南王穿北王的衣服。而这个约沙法呢，可见他的单纯之处这种事情他都做，所以约沙法真的是太天真、太单纯。但是呢，亚兰还同时下了命令，只专打以色列王所以照理讲，该死的应该先死的是约沙法犹大王，因为他穿了亚哈的衣服。可是呢，当约沙法被发现锁定要发射要他的命的时候，居然还可以认出来，他居然不是亚哈王。所以约沙法他就被攻打的时候，他有保护，就是向神喊叫的时候呢，上主救他，就让攻打了他自动离开。而且呢，战车的指挥官一看到他根本就不是亚哈，就放弃追赶约沙法，所以约沙法的命就留住了，他还可以再回去治理他的国家，先后做王25年。可是呢，这一天就是亚哈的忌日最后一天。讲到说亚兰的叙利亚兵随便开弓，这个兵呢可能也是不长眼睛，就有人就射，随便射，也不知道他要射谁，就那么恰巧还射中了亚哈王的甲衣东的接缝处穿甲衣是照理讲箭应该是穿不过去的，但是就是偏偏那一支箭就射中在甲衣当中的缝隙当中，而且那一支箭就要了亚哈的命。所以亚哈就受重伤，转回去，退出阵地，甚至流血过多，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是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他就死了。那列王记上呢，就整卷就到亚哈的死就结束。列王记上就开始讲列王记下的故事，就以利亚，后面接着是以利沙的故事。但是呢，在历代志呢，就让这个事情就也呈现一样的结局，一样的事情。就是这都是上帝的旨意，就是约沙法遵行神的话，亚哈完全不遵行，所以约沙法很危险的时刻居然平安全身而退。
而亚哈应该是很安全，居然就是恰巧不巧，好巧不巧，随便一开弓，随便一射箭，他还穿着全身的武装，就这样也得死，而且死后就照之前以利亚所宣告的，他的血是要被狗来舔哦，被狗来舔。好，那还有一章，我们再看第19章好的前面3节，好，再请伟鸿带我们来读最后的19章1到3节。犹大的约沙法王平安回到耶路撒冷王宫，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先见去见王，对他说：“你认为帮助坏人、喜爱憎恨上主的人是对的吗？你所做的激怒了上主。虽然这样，你能有些好处。你废除了国中一切亚瑟拉女神的柱像，你定义要寻求上帝。”谢谢。所以这整个事件呢，上帝就很清楚的公道是非。那约沙法在做这些事情上面呢，那他没有考虑到上帝，以至于跟亚哈这个上帝眼中的恶人来结亲了。亚哈就是北国19个王当中最出名的坏蛋，那但是偏偏他的女儿就嫁给约沙法的儿子，所以也让约沙法自己的儿子也受尽苦楚啊。所以约沙法的儿子死了之后呢，就是这个亚哈的女儿出来篡位，同时呢让这个国家差一点被灭掉，所有犹大的后裔通通被杀得干干净净哦。所以这是他可能自己当初想象不到，但是这些事情不仅影响后代，也影响约沙法的当代，所以上帝也派先知这个耶户去警告这个约沙法。不过呢，约沙法可见他前面所做的，上帝也没有忘记，所以上帝虽然警告，但是上帝还是要保住他，甚至还是肯定他所做的。所以我们明天、后天继续读到约沙法在20章、21章的记载呢，看见约沙法他怎么样在上帝的责备当中，他没有灰心，没有丧志，反而约沙法呢，继续迎来他人生当中更大的胜利。这是我们明天要分享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好，谢谢伟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不是人多票多就一定赢，不是选上的就一定是神的同在，不是一定所有大家都认为好的事情就是上帝眼中所看为好的事情。有时候我们需要有像米该亚这样的先知，能够勇敢的说出真相，说出实话，能够让众人清醒，而不是一窝蜂一头热，而不是造成这种民众的群众效应的现象，而是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听、来看、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从今天的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每一次要做决定的时候，或许都有恶者，都有谎言在我们的当中来做破坏的事情，但是真理来就是圣灵，就是保惠师来，要让我们能够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能够听清楚上帝的话，能够分辨对与错、是与非，能够选择什么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能够行在上主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求上帝也帮助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更加熟悉你的话，更加熟悉明白你的声音和旨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晚安。